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。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面，住着一位神奇的动物医生，他可以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，并且帮动物们解决疑难杂症。今天，医生又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？动物医院开门了！阿布，你透早就来催我，是有什么事情啊？医生，怎么办？这只萤火虫突然就昏过去，然后就不发光了。我来听听看。我知啊。医生，它怎么了？阿布，我问你，你是在哪里遇到这只灰金钩的？灰金钩？灰金钩就是萤火虫的意思啊。哦，我是在山上遇到这只灰金钩的。哦。今天晚上的作业是要来观察星象。我来找星星。一颗，2颗，3颗。咦，怎么有一颗会飞啊？哇，是萤火虫哎！看我的！哈，抓到你了！我要把你带回家，当我们家的小夜灯，这样子我妹妹晚上就不会那么怕黑了。我们家很漂亮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结果回到家，它就不发光了。萤火虫，你醒醒啊！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它。阿布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人强迫你离开你的家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我会艰苦跟生气，因为我们家有很多好玩的玩具。但是灰金钩它很需要的是干净的空气，还有水，这些东西你家有吗？干净的空气还有水，我们家外面只有高楼大厦，还有马路，没有森林，也没有溪流。阿布，对你来说很方便的东西，对灰金钩来说可能是很痛苦的。如果他离开属于自己的家，离开了家人，他有可能会不舒服、生病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发光了。你应该要放他自由，放他回去真正属于他的地方啊。原来是安呢，他需要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。那我明天就请爸爸妈妈把他带回山上去，让他跟家人团圆。你看，他开心的开始发光了耶！灰金钩，拍摄。灰金钩说他原谅你，希望你可以常常去山上找他玩。你看，他开心的开始跳舞了。灰金钩来吃茶，茶烧烧，吃金蕉，金蕉冷冷，吃冷饮，冷饮爱八壳，我来吃芭乐，芭乐转转子，害阮吃一个闹喙齿。医生，那这首童谣是在说什么啊？这首童谣就是在说，灰金钩来家里做客，主人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请他吃哦。阿布，那你记不记得萤火虫的台语怎么说呢？灰金钩。答对了。其实这首歌还有很多别的台语，让我们请乐乐来教我们吧。阿布，我来教你。各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学其他的台语吧。萤火虫，灰金钩，灰金钩，香蕉，银蕉，金蕉，龙眼，灵应，灵应，芭乐，芭乐，
巴辣，牙齿，喙齿，喙齿，耶！现在我们都学会歌词了。医生，再带我们一起跳一次舞好吗？没有问题。各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再来跳舞吧。花金菇来食茶，茶烧烧，食金蕉，金蕉冷冷，食冷冷，冷冷爱八壳。我来食芭乐，芭乐转转子，害阮食一个漏喙齿。芭乐转转子，害阮食一个漏喙齿。花金菇来食茶，茶烧烧，食金蕉，金蕉冷冷，食冷冷，冷冷爱八壳。我来食芭乐，芭乐转转子，害阮食一个漏喙齿。芭乐转转子，害阮食一个漏喙齿。乐乐有频道喽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！嘿嘿嘿，哈哈。